台湾的战略的重要性啊，那是这，唔惊是这个台积电这个问题，吼，因为这个台湾唔惊对日本、对菲律宾、对韩国、对美国都是足重要一个战略的地位啦，吼，所以就是讲这个台积电当然是足重要，安讲因这个有一个预测啊，吼，推估啊，安讲是中国来侵略台湾。差不多全世界 GDP 才10%吧，10%，差不多10兆的美金嘛，吼，10兆的美金，伊讲吼，唔惊对台湾、对中国、对日本、对东南亚、对韩国、对美国，因每一档的 GDP 都会受到足大的影响。哦，这我会当理解。我今仔早起我的手机啊爆炸，我就真正会花去。所以就是讲吼，这个台积电真正是足重要，吼，这重要到这个政府无法度完全来掌握，吼，啊，重要到你看这个川普邀请台积电的董事长、总裁去到这个白宫，伊讲咱即马这个开会啊，最重要的是这个魏先生呐，吼，所以咱就知影就讲台积电去美国的投资。阮也唔是完全100%会当操控以及台湾本身啦，吼。咱来上好较快，按讲台积电无去，咱台湾会拄到怎么款的结果？第一就是讲台积电一定要付关税，吼啊，你即马去投资，这个关税问题当然就无去，吼。另外，按讲台积电无去美国投资，90%这先进的晶片都于台湾。啊，中国来威胁台湾，啊，美国然后想足这种的方式要来阻止啊，吼，这阻止就是讲，安那将这台积电摧毁，吼，这是嘛是一种剧本的。有那一种剧本啊，有这期刊的论文，有那有写到，啊，另外就是讲根本都无需要，吼，你有法度以这远距离来操控，吼，像这个 ASML， 吼，伊完全有种能力。虽然讲是中国来困扰，来侵略这台湾，阮也有法度或者台积电无法度继续来运作，吼，所以有足侪剧本啦。我最重要就是讲，咱台湾甲其他国家无共款，其他国家根本无这种中国军事的威胁吧，吼，所以因有法度讲，既然讲这台积电是世界第一，咱当然就是讲完全会当来掌握。伫咱家己的手内底，无需要去其他国家来投资，尤其去美国投资。但是今仔日台湾受到中国的威胁，啊，台湾甲美国这个关系真好，哦，所以一种的考虑啊，这种的考虑就是讲，这个台积电因本身，有那像过去这个张忠谋讲的，即马这台积电变成一个战略要地，大家都要来抢啊！咱莫袂记哩哦，美国唔是无先进的半导体哦，伊有哦，伊 Intel 伊有哦 ，Intel 伊早是王哦 ，Number One 哦，伊是最近几年看落水啊，看落水鸟，伊是走比咱搁较慢哦，伊唔是无哦，所以咱台湾啊，确实无过去。啊，我问你吼，台湾全部拢伫台湾，台海啊发生战争，啥物人上欢喜？你甲我讲，你台积电无去美国 ，Intel 上欢喜，你无看伊的迄个前个 CEO 规工好，迄个好快哦，迄个啊，迄个基辛格啊，拢伫遐讲哦，台湾哦，最危险的啦吼，啊你拢莫补助台湾台积电补助我 Intel 啊，台积电拢莫来美国，你来补我这家产品，无唔对，所以你想看觅哦，咱若确实无过去，伊同爽的就是 Intel， 伊发生代志同爽的，甲他说啊。反正对美国来讲，反正我有 Intel 就好啊，我台湾你死啊，搞我什么鬼？但是咱今仔确实啊，那过，做者创伫遐嘛，对不对？你开发一个半导体的产品吼，比如讲，尤其是车，伊验证的时间吼，会用几啊年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讲哦，当台积电的产品慢慢的散布在所有的迄个，就讲美国的车厂啦，在你生活当中每一个所在，结果台海啊发生代志，
对美国来讲，伊头洗一半。代志就过为，咱的产品全部拢遍布伫美国。美国人生活，美国人离不开台这个产品。你看台湾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伊头洗一半，伊要安怎啦？